唉，Jimmy 仔做輪椅呢，就要做到又輕又接得埋，仲要平。如果唔係呢，就唔好做啦。Jimmy 仔，Jimmy 仔，哎呀，我唔記得我坐緊電動輪椅添。今日嚟到救世實驗室咧，主要就係試用下呢個電動輪椅啊，ZA1。首先講咗佢最大賣點就係價錢啦。而家做緊呢個母親節、父親節特價，原價咧就係9980嘅，現在特價咧係4990蚊啊！除咗平之外咧，最緊要就係輕啦，個支架咧係用鋁合金製造嘅，永遠唔會生鏽之餘咧全架車咧連埋個電池都係重19kg 嘅啫，而呢個安全負重啊係可以去到100kg 嘅，即係我呢啲小肥嘅肥仔咧坐落去咧完全都冇問題噶。續航力方面咧亦都好犀利，叉爆一次電咧係可以行到30km， 即係30公里嘅。而且啊，一個180瓦嘅雙輸出咧，係令到佢可以行到大概7度嘅斜坡，7度嘅斜坡咧都可以上到斜㗎。對於使用者嚟講啊，最緊要就係操作簡便啦。咁我頭先咧試用咗一陣啊，我自己咧第一次接觸呢個電動輪椅嘅啫，都覺得咧好簡單啊，就係前面呢支棍仔向前、向後、向左、向右咧都係非常之簡易操作。咁除咗呢個電動模式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咧，即係手動模式咧，就係後面有人推咧，亦都係 OK 嘅。設計方面啊，亦都有啲好用心嘅地方啦。首先啊，如果你係一個使用者，你要進入一個譬如辦公台，你翻工或者係食飯餐台咁樣啦去到張台嘅時候咧，呢兩個手柄咧係可以抬高佢，咁就令到咧嗰張輪椅咧可以進入到個台底，令到上面嘅使用者啊可以更加貼近個台面嘅。另外見到咧下面嗰兩個大碌啊，同平時出面見到嗰啲咧一支支嗰啲支架碌有啲唔同。呢個係一個全覆蓋嘅設計啊。首先為咗靚仔除咗靚仔之餘咧，亦都容易啲清潔啊，嗰啲灰塵啊、頭髮啊嗰啲嘢咧冇咁容易棘住喺裡面嘅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唔錯嘅設計啊。嚿電池咧已經通過咗呢個 UN38.3嘅電池認證啊。咁就算你帶上飛機啊，周遊列國攞埋個輪椅去旅行咧，一樣冇問題。最後啊，最緊要就梗係呢啲電子嘢咧，就擔心佢會唔會有問題啊？唔驚，我哋咧係有呢個原廠保用嘅，車架咧就有2年保用，嗰啲電子嘢啊、電動部分啊、電池等咧都有1年保用嘅。咁啊，消費者買得安樂啦。呢張咁好用、咁方便啊、咁多優點嘅輪椅咧，而家係做緊母親節、父親節優惠啊！原價9980，現在係特價4990啫唔使5000蚊就可以帶翻屋企啦。等我都走翻轉先，拜拜。